Olasuda dinde çalan güne mango ya che sinsi nangengi 首先要问候dinde zumba de zuma namba 透 saba 过网络 ande shindo ge 来 da 参 che ge 加马 nong 尔 ge 夏季课程 dinde 的僧团，天天 sege 还 mango 有yon zo lo ne 上师主顾、ane 圣知识，cha shi be 还 ge 有 shwe 所有的法友们问候大家。da dinde tere do ga sa dembe der di ma chi she da dembe der di ma she yun ju sa da ka sa 那么我们这 she do 次 ga sa de 讲到这个护法藏嗯 的传承，당보디 정규 난데게 소스. 我 나는 니가 们 때려 규유 난데 前几堂课呢，규신데 봐. 讲过了다 北传 알아서서 还有 다시 藏 규유 传 소야 的 알았잖아. 这个传承系统。那 규유 난데게 么 소스 今天 대다 呢， 소야. 主要讲到的是南传的系统。 다 로유 난데 수바 수유 난데 소스 들려야. 那么，所以第三个是南传 전쟁도 的 니 这个护法 뭐지 藏的系 둥기에 统。 풍부된 那 중에게 么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다 파리 这个巴利文当中 규에 一个 난데 叫 둥기에 700 풍부해서 이 监 난데 督 규에. 记载的一个传承次第。 전에 니버디 那么第二 규주 个 패신데 베긴 듀얼레 是 소베기 大众 제르바. 部律里面记 시베기 载 마고 的传承的 니 这个谱系。 다 당부디 파리기 둥기에 풍부 나눠래 那么 송다 다 在 슈비나. 巴利的这个700 监督里 다 面是怎 둥기에 么说的 풍부 呢？ 나눠나야 지 때름 잡고지 송야다. 때름 잡고지 규베를 뭐지 송야비. 那么这里面也有提 다디 到这样的 규베 一个 류디 传承， 다다 정규 난댕기 但是呢，这里面的提 정규 到的 난댕 传承次 아니 第 규규 난댕 디즈 跟 디 北传 송 佛教 송당 还有난시 藏 샤비 传佛 송야비. 教所说的这 제가 个 저기 护法藏的这样的传承소지 是不同 듀에 的。 동규 所以 다 他们主要 인디기야야 的讲的 비나야 传承是律藏 가스네 的传承， 그렇다 간다. 듀에 英文来说就是 동규인데 Vinaya 的 또 난데 transmission。 듀에 동바 칸에 중에 所以 규 규바 主要 태야 这个 다 传承 대지래 就 봐. 是说，记录这个 드네 戒律 유산 是 나다 从哪一 파리 位 게리베기 受戒的传戒的和 둥기에 尚 풍부 传承而 중에 来的一个 다 谱 아니 系。 디 인제 봐. 배나 듀에 所以呢， 동규 根据 소스 这一部탐바세 700监督，还有 그래서 它的 둥기에 양게 제시. 注释，叫做善见毗婆 단계는 沙， 게다 신부 차도. 是福音论师所写的。 시송체 总之， 시야비나. 在这些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다 상계기 끄두 니베기 里面的这个律藏的 상계 传承，也 냐는 就 마 是 숭체네 상계는 从佛 마 陀开 숭네 始 끄두 니베기 一直传到 파기 第二次 나는 结 뒤에 集时候 둥기기 的 다 这 디나노래 个 숭예비 律藏的传承。 다 디난 뒤에 둥기 숭이 주사네 다 상계를 시험하 거지 와다 디나는 쪼르 당보디 수 땡겨 그래서는 당보디 우발리 녀와 코르사디 那么， 녀와 所以 코르데 首先 아니 传下来，从 상계기 佛陀 다 之后传下来， 솔로몬기 就 좀 传到 구베르 了 나로네 优波离 요 尊 뒤에 者。 쳐도 교바디 아니 우발리암 那 녀와 코르사 么， 차디 거르바 这个优波离呢，他是 뒤에 佛 양게 陀的 지나르베 这个弟子 막한게 当中 둥기로디 다 持律， 코르사디요 就是持守戒律的第 세상 끄두 一。 당보 체베 qab리야 뒤에 끄두 난게데 所 다 以 디나 呢，他也 소야베 是 녀와 这个第一 코르사 次结集 봐 这些 도디 经 끄두 藏时 난게데 候 둥고 차디 这个 거르바 主持 세상 다 律藏 뒤에 结集的 코르사도 人呢，这个尊者就 칠레 是优波离尊 칠레 者。 바스는 다도 케바스는 다도 단 뒤에 영에는 다 캐슈얼로디 所以可以说，他是 에 在 나온다 当 공 时 되는 是 게 佛陀的弟子 차도 当中呢，就 세상 是最精 다도 通这个 빨리기 戒律的。 다도 규베시베 qab리야 당보디 녀와 코르 所以呢，在巴 아니 利的这一 니바디 部他们的戒律传 다사가 承里面，佛陀下来传给的就是优波离尊者。再一位呢，叫做达萨卡，也叫做陀梭迦这位尊者 마신디 지스비나 디시아면도 这里投影出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니바디 所以 다사가 所以第二 숨바디 位 아니 呢是陀梭迦， 사나가사르체 再来是苏纳居， 다테네 마지 에 시가바사르바 再来还有一位 아니 叫西切 사마데 婆， 몽골리 最后呢是叫木建连子弟须。 몽골리 부스
디스마 사데 다 간다 몽게기 부가게 사드레 아 디 개번 양에메 울라레스 거봐 那么세상 他说被说成是阿育王的导 상게 师啊。 요ոլom네 마체체네 아니 거두니바 쟁겐더다 거두니바 체베 걸려야 조다 몽게기 부가게 사드 딘데지 파지 가사 거두 숨바 공개 상마라 所 거두 숨바 以공개 他也是最主要 당보디 主 신게 持， 파지 还 데 有 사데 这个 녀 裁决 알라데 第 셰네 3次结集的 다 这 개번 个 양에메게 다 的人物， 울라레스 就是木建连子 그러디 弟虚，他也是阿育王 거두 的니가 导 숨바 사데 师。 녀로 사버리셔 다 간다 데 셰네 몽게기 부가게 사데 조다 개번 양에메 울라레스 다 데 숨거래 所以 디 这是这南传 다 的他们的一 되네 个说法。 되게 다다 내된 대백이 류안에 송에게 所以是南传上座部也就是这个700 다들 监督 이바디 所说的内容。 긴든 폐신빈 류안에 송에게 다 유배를 뭐지 용디가 再来呢是大众部 긴든 律里面 폐신빈 记载的 류안에 这个 송에게 传承。 유배를 뭐지 간다지래 쉬비나 那这个传承是什么呢？ 다다 긴든 폐신빈 류아 반복순 수순빈 나올래야 这是在大众部律的第33卷里面有记载。 반복순 수순빈 나올래야 아니 녀와 코르기 这里面提到，就是比丘呢优波离，也叫乌波离，在王舍城结集律藏之后呢，他传给了室友，室友传给了墨田底迦，墨田底迦传给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呢传给了优波居多，那么优波居多再传给阿育王时代的诸位长老，有这样的一段记载。稍等一下，这里也把这一段原文投影出来给大家看。나디 조서디 긴든 폐신데 왜긴 듀오 반복 순발이 용한데 요르바 중국은 로버디 근데 나디 디스비나 这个投影出来的就是大众部律里面的记载。所以首先优波离呢，这个跟前面谈到巴利文的律藏是一样的，但这里记载在优波离之后是传给了室友，室友再传给墨田底迦，墨田底迦传给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再传给优波居多。然后优波居多呢，再传给阿育王时代的诸位长老。所以这里就有提到一位叫室友，他也可以是另外一个翻译叫世亲它是同一个梵文。那所以这里的室友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俱舍论的作者世亲并不是，他是优波离的一个亲传弟子。据说呢是王舍城的人。那么从室友之后呢的传承就是也就是说从墨田底迦开始，就跟这个大众部的护法传承呢是相符合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堂课有谈到的这个阿育王经里面所讲的内容是差不多的。 폐신대비 때려도 집어 면로 삼삼으로 스트레스 용한데도 와. 다지단기 자나 깨리야 대원 민자와 응하긴 류원 민자와 응하 용한데요. 那么在汉译的这个文献当中那么有5个部派的5种不同的律藏。
根据汉传佛教的传统，在佛灭后100多年，也就是第5代护法传承者优波居多那个时代，在他的时代，那因为他的一个弟子叫做法护，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名为法护的弟子，等等啊，还有主要有5个弟子。那由于他的这5个法护等弟子所以又产生了5种不同的律藏，就是他的5个弟子呢，就传下来5种不同的律藏，这就称为叫律藏5部。那么这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这个律藏的5部呢，是哪5部呢？也就是可以说是5种不同的戒律传承。一个呢是法藏部律，那么也就叫做4分律是有60卷。然后比丘戒本是1卷，比丘尼戒本1卷。那第二个呢是说一切有部律，也就是十诵律，共61卷。那比丘戒本1卷，比丘尼戒本1卷。然后再来是化地部律，是叫5分律30卷，比丘戒本1卷，然后比丘尼戒本1卷。第4个叫做迦摄夷部律这个没有很完整的翻译成汉文。然后再来一个是大众部律，也就是摩诃僧祇律，所以40卷，比丘戒本1卷，比丘尼戒本1卷。所以这5部律或者说律藏5部除了第4个迦摄夷部律没有完整的翻译成汉文之外，那其他呢都很完整的流传下来。所以我们说在北传佛教或者说汉传佛教的，主要会说有这个护法藏师是5代的护法藏师所以总之呢，就是在这个时代优波居多的时候就有他的弟子就产生了这样不同的律藏的传承。那么现代一些学者认为，优波时代优波居多那个时代所说的，刚刚上面谈到这5部律，可能只是名义上的一种情况。实际这5部律形成的时间呢，可能是在阿育王的时代。在一部文献叫做《部直议论》里面有提到，在根本分裂之前，也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根本分裂之前先有4个这个僧团的集团，有4个僧团。那是哪4个呢？叫做龙部，还有再来边地部，再来多闻部，还有一个是上座部。那么在部直议论藏文版里面，那么也有提到这4部，但是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部直议论里面呢，就写的比较清楚，这4个是哪4个。那在像藏文里面，它只说叫上座龙，有这样子的名词，那样可能会让人以为说是有一个叫龙的上座部，那并不是这样，它其实是不同的4个僧团，
一个叫龙部，然后再一个就是上座部，然后另外还有边地部啊、多闻部等等。다 더러 슐루 제다 그베 콜레 나로래야 되네 긴두기 대시 긴두 대시 충벌해서 디 나로래야 那 년내 么，同样 우치 这部文献里面也提到说， 야나 ngombo 其中呢 지바는 지금에로 천지바 ngombo 지바디서 긴두 대시부티나 추요 말았어 并没有包 다 括这 긴두 个 요 优波举 지바는 多他 천지바디 所带领 되네 的这 디즈 个 제가 持 당시에 法者。 긴두 대학 소리 차도 但如果加上优波举多的话，把 다 这个持 긴두 法者 대학 算进 디 去的话， 아니 那就可以说是有 예와 五部了。 예와 근데 용아한테 쪼지 싸점 那么这5部呢， 긴두기 대도 산에 민다고 야바다 可能呢主要是基于这个地方，还有语言，还有这个种族等等的差异而形成的。所以无论说是4部或5部，最主要都是因为地域的关系、语言的关系，还有种族等等这些差异而形成的。那么，所以不值议论里面有谈到上面这里4个僧团，如果再加上优波举多的这个持法者的话，就是5个。那么其中的前3者呢，那也就是这个龙部、边地部跟多闻部。那么这个可能是大众部的后来出现的大众部的主要的组成的成分。所以我们说大众部是根本分裂之后有这样的大众部，但是在根本分裂之前，所以其实它的前身或者之前可以说可能就是龙部、边地部跟多闻部。那么后面2个呢，也就是上座部还有持法者部，那么也就是优波举多的持法者部。那这2部呢，可能就成为了上座部的这个种子，就是前身主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就是之后，所以这个时候的上座部跟持法者部，后来就会成为了叫做上座部。所以呢，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在讨论18部分裂的时候会再仔细的讲说。所以总之呢，在上面我们谈到了5部律，那么其中呢，只有这个大众部律很明确记载了这个律藏的传承。所以刚刚说汉传佛教的5部律只有大众部律很明确的记载了律藏的传承，从这个也就是从优波离，然后世友等等等等传承下来。那么其他的律藏，那么比如说法藏部或者说一切有部化地部等等那这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传承的这个谱系是什么。当然后来也说有这些传承，但是这是后来才编撰进去的，在律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写明。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个律藏的传承，它最主要就是和尚的传承，就是受戒师的传承。它主要有下部律传承，就是东律，或者说上律，或者西律传承，或者是中律等等，就是下、上、中3种律。那这也是后来编撰的，那并不是出自这个律藏的原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就不多说。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这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具足戒也就是比丘戒。当我们在受比丘戒，就是具足戒的时候，这个戒是从哪里能够产生的？它主要是从僧团而得到产生的，它是一个团体。
那么我们说有四个比丘在一起就是一个僧团，所以这个出家界或者是比丘戒具足戒，它是从僧团产生，而不是从个人而产生的。所以呢，真正的一个戒律传承，应该就是从受戒的僧团获得的，而不是从某位和尚而获得的。比如说比丘尼的这个，它是在二部僧团父母二部僧团当中呢，男众女众二部僧团中呢，经典中说是从这个男众的这个僧团获得这个戒律。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就说这样的比丘尼的戒是同时要从男女二众获得，还是单从女众、单从男众？这里说必须是从男众的这个僧团而得到。所以，如果要确定真正的这个戒律传承的来源就应该看这个受戒的僧团到底是哪个僧团。但是呢，因为这个和尚就是传戒师戒师，他的地位呢是非常的特殊的。那么，因为他要来摄受这个弟子嘛，他地位是很特殊的，所以后来呢，就形成了主要是以这个和尚的传承作为戒律传承的这个传统，就比较没有再说是从哪一个僧团而获得这个传承的僧团的传承没有，最主要就是和尚的这个传承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应该要知道的。那么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南北传的一个差异。那么之前我们谈到了这个北传、藏传，还有今天刚刚也讲过了南传。那么这里接着要谈的是南北传的比较之后就是南北传佛教的这个佛法藏传承它的差异。那其中有几个比较大的差异，也就是比如说商那和修还有三佛陀商那和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阿育王的这个导师到底是谁？还有再来是墨田底迦，还有墨田底迦五百位墨田底迦，还有500位阿罗汉等等，这是附带，我想谈一下这一段内容。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比较这个南传还有北传的这个护法藏的传承的时候，那么这里我们说，首先厘清一下所谓的南方的或者说南传的，它主要是在锡兰的，也就是现在斯里兰卡的巴利语的文献。那么还有所谓的北传呢，就是北方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就是在汉语文献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北传佛教它包含了藏传、汉传，但是有的时候呢，呃，藏传佛教它可以特别的拉出来，另外再讨论的。所以总之呢，这里我们在看南传跟北传之间它在历史很多记载上是有一些分歧的。那这比较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刚刚其实这个投影也给大家看过了。
那么北传的说法哦，主要是谈到的用词叫做护法传承，也就是大迦叶到阿难到商那和修，再到优波居多，然后再到地底迦等等哦。地底迦这里就没有写上去了，最主要就是写到了第4位，就是优波居多。按照北传的说法，他是阿育王的这个导师。所以在北传，我们之前有谈到过，有《阿育王传》，还有《阿育王经》，里面所谈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法传承。那么南传的说法呢，他们比较没有在说这个护法传承，他们强调是戒律的传承，所以由优波离，然后传到陀缩迦等等等等，最后呢就传到了这个目犍连子弟须。那么南传的说法呢，说他是阿育王的导师。那在这里呢，我们选出几位我们来特别的讨论一下。首先呢，就是南北传里面针对于这其中的这位叫商那和修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么之前课程有提到过这个商那和修这位尊者。那么在北传的提到的商那和修这位尊者，跟南传的商那和修是有关联吗？那南传它用的名词叫做三佛陀商那和修，所以这里北传南传的这一位提到这位尊者有关联吗？我们首先看一下南传文献当中这一位长老，他就叫做三佛陀商那和修。那这位长老或者说这位尊者，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在佛灭100年之后，也就是第2次结集时候的他就在。那当时还记得我们谈到第2次结集有8位很重要的长老，那么他就是在当中的代表西方的其中一位长老，也就是这位叫三佛陀商那和修。根据这个巴利的文献那么据说他活了记载据说他活了有120岁。所以呢，在巴利文，也就是南传文献当中谈到的这位三佛陀商那和修，跟北传佛教里面的提到的商那和修首先他们的名字上是很相似的。那南传当然多了前面的叫三佛陀，但后面呢是商那和修是相似的，是一样的。而且在时代上也是差不多时期的人。还有呢南北传提到商那和修的时候的形容，还有对于他威望的部分的形容都是很相似的。所以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说可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北传里面谈到的商那和修，还有南传的三佛陀商那和修，也就是佛100年后的这位第2次结集的西方的代表，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同一个人，南北传在讲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在佛陀圆寂之后100年，那么当时僧团的主要的长老有几位？东方最主要是叫一切趣，那么西方主要就是有一位叫离婆多尊者，还有一位叫三佛陀商那和修。那么之前我们也比较过，就是东方西方代表的8位最主要的长老，有一些不同，但是所有不同文献律典基本上记载的都是东方是一切趣，然后西方有离婆多跟三佛陀商那和修。
그런 소다 고즈 뉴에기 킨주로 대요도 아저기 덴베 테르시아바나지 고즈기 인 뉴에 킨주로 대요도那么南뉴에传呢，他们也有这种킨주로律藏的一个传承，但是它并没有被列入这个南方的律藏的传承。原因是什么？现在的学者们认为，南传的律藏传承，也就是和尚传承的传承持有者，呃，它主要是这个和尚传承的传承持有者是他们重视的，所以是优波离的弟子，还有他的再传弟子们，就作为这个传承持有者。但是商那和修是谁的弟子？他不是优波离的弟子，他是阿难的弟子，所以是属于这个经藏传承的范畴。所以在南传的这个律藏传承里面啊，南方的南传的律藏传承里面，它并没有放入这个商那和修。所以这是简单讲一下商那和修还有三辅陀商那和修之间的关联。再来要讨论就是说谁是这个阿育王的导师？那么关于这个阿育王的导师哦，到底是哪一位尊者？那么南北传两个传统啊，在文献的记载上相似的。那么南传认为是目犍连子弟须，那么北传说是优布举多。但是呢，在迎请方式上啊是很相似的。例如说，这两者都记载的是阿育王呢是派船去迎请他们两位的。总之呢，南北传所说的，不管是北传认为是优布举多也好，南传说是目犍连子弟须也好，当时呢阿育王都是派船去迎请，所以他们两位都是住在一个岛上。所以这个北传说的优布举多，他是住在一座山叫做优留曼图山，也就是优布举多他住的这个地方。所以是从那边迎请的。那么南传说的目犍连子弟须呢，他是住在一个山叫做阿呼岗嘎阿呼恒河山。所以都很相似哦，他们住的地方名称有点不同，但是都是在一个山岛上。但是呢，因为年代太久了，我们现在去看，其实很难真的断定说到底是优布举多还是这个目犍连子弟须是阿育王的导师。我们说他们是同一个人，好像也不行。但真的很难断定是谁是阿育王的导师。但或许呢，他们两位呢都曾经做过阿育王的导师，也有可能。那么依照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的记载，他们说阿育王呢，当时呢这个迪迪嘎已经那他认为说阿育王的导师是第二次结集时候的这位尊者叫耶舍，巴利文就是叫亚夏。
就是耶舍。那么据说呢，他活了165岁啊，是非常非常长寿。所以呢，依照印度佛教史多罗那他的记载，那么这是这位耶舍，还记得之前有谈过，他就是看到了这个东方的僧众有一些不如法的作为，所以呢，他就回到西方去找了很多人来做了这个辩论，所以有第二次结集的主要的主持者。所以多罗那他认为说，这位耶舍长老他就是阿育王的导师。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南传、北传的说法是不同的。对于阿育王的导师是谁，那么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墨田底迦，他也叫做日中这位尊者。那么关于这位尊者墨田底迦叫日中这位尊者，在南传北传佛教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记载上对于这位尊者的记载上，那么根据北传佛教的文献《阿育王经》还有《阿育王传》的一个记载，这个墨田底迦呢，他是在阿难涅槃的时候，在恒河中央他跟随阿难出家受戒，受具足戒，并且证得阿罗汉果。那而且呢，所以他成为了阿难最后的弟子，并且呢，接受了这个阿难对于他的一个遗嘱就是要他去克什米尔这边去弘法。那么后来这位墨田底迦就到了克什米尔还调服了当地的这种叫毒龙、恶龙，然后让佛法兴盛。而且呢，他教导当地的人种植一种植物，就是这个藏红花，来维持就是生计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墨田底迦呢是对于克什米尔当地有很大影响，是很大的一位尊者。那么按照这个斯里兰卡锡兰的历史的记载，我们看到的话是提到说是在法阿育王的时代，那么是按照了这个目犍连子弟虚的建议，然后派遣了9位这个尊者到9个地方去弘法。那么其中就有这位墨田底迦，他跟另外的5位比丘呢，就是一同前往这个迦什米罗，就克什米尔，还有这个叫犍陀罗。所以这是南传的说法，锡兰记载。所以也有提到这位墨田底迦，他到了克什米尔这些地方之后，也提到说他以神通力调服这个恶龙，然后让很多人皈依这个佛法。所以南传也好，北传也好，这里面提到的墨田底迦都有提到说他前往克什米尔弘法，而且调服这个恶龙。所以从这个相同性上来讲，那么很可能呢是同一个人。那么尤其呢，北传佛教呢，特别有提到说墨田底迦是阿难的最后一位弟子，所以根据这个北传佛教的说法，那么时代上他应该跟这个优波举多呢是同时的。那么优波举多呢是法阿育王那个时代的人，他也成为了法阿育王的，这是阿育王的法王阿育王的这个导师。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带领之下然后阿育王皈依了佛教。
那么锡兰的传统啊，南传佛教说墨田底迦他跟五位比丘同行啊，这样的记载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呢，没有四位比丘哦，就不成一个僧团，没有办法进行这些结魔的各种的仪式法事。所以，譬如说，受具足戒就是要依靠这样的僧团，所以至少是有五比丘。那接着呢，我想提出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僧众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律藏里面，律典里面的杂事这个部分的内容。所以根据杂事里面记载，这个阿难在涅槃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毗舍离的这个离车族，还有摩揭陀的国王阿舍世王哦，为了要争夺他的舍利而起冲突。因为当时就是说，如果说是在毗舍离那边涅槃的话，那阿舍世王呢就会要去攻占那边，要去抢他的舍利。但如果在阿舍世王摩揭陀国那边圆寂的话，涅槃的话，那么毗舍离的离车族又会去抢。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所以就决定呢，也不在这个毗舍离，也不在摩揭陀国，而是在恒河中央这里一个中央的地区涅槃，恒河的中央涅槃。所以当时呢，他这样子一想，就是律藏里面这里杂事里面记载的，阿难尊者这么一想的时候呢，这个大地就六种震动。我们说常有很多特殊的这些瑞相，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其中一种就是六种震动。我听说当时16世法王那时候是在芝加哥圆寂的。那么在他涅槃前，就据说就是有地震，稍微有一点微震这样子。那当时很多人说，哦，那是圆寂的一个征兆。所以好像这些大师们哦，他们要涅槃圆寂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征兆。所以阿难当时他就心中这么一想的时候，就大地六种震动。那么同时呢，当时就有一位仙人哦，就带领了这个500弟子，以神通力哦，就突然来到这个阿难的面前，请求呢这个出家受具足戒。那么，然后这时候阿难呢，尊者就在恒河的中央呢，划线出一座岛屿，然后就在那里为仙人还有500个弟子授予这个出家和具足戒。就第一次说的说法的时候，就500人证得不还果，到了第3次说法的时候，就证得了阿罗汉果。那么因为呢，他们是在恒河的中央，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叫水中。那么时间呢是在正午的时分出家，所以呢也称为叫日中。这是为什么有这样日中或者水中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在汉译佛教汉传佛教的说一切有部的汉译文中啊，里面就有提到说，水中或日中是都有的。那么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里面称之为这个500日中或者500这个水中哦，也就是说可以称叫日中、水中也是可以的。那么特别是多罗那他里面记载说，这个500位弟子的最主要的那一位就被称为叫做大日中。
就是莫田底迦的这个意义哦，就是日中、大日中或者大水中。所以总之呢，他们就不仅是出家而且呢还得果正果。那么他们就对阿难尊者说，佛陀呢以这个善来比丘作为这个最后的出家的弟子，然后呢就在涅槃的。当时呢，这个善来比丘是佛陀最后剃度的出家众，但是他不忍见佛陀涅槃，所以他就说我要先行涅槃。所以呢，这些弟子们就对阿难尊者说，我们呢也不忍看到和尚您涅槃，所以请允许我们呢先行这个涅槃。那当时阿难怎么说呢？阿难说：“哦，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子。”那白话就是说，你们不能就这样就走了，就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呢将教法交付给大迦叶之后涅槃的。那么大迦叶尊者也是将教法交付给我的。现在呢，我即将要涅槃了，所以你们要好好守护这个教法。那么，尤其佛陀曾经说过，克什米尔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生活资具的这个地方。在汉传的这个杂志里面，这记载的比较清楚，用词上，所以这一段就说有这样记载，就是说佛陀曾经受记克什米尔那边是容易获得生活资具，是最适合禅修的地方。然后佛陀也曾受记过，在我涅槃后100年，将有一位名叫日中，也就是慕田底迦的比丘出现，他呢将使佛法在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兴盛，因此，孩子啊，你应当要弘扬教法。那么这些弟子们就回答说：“好的，谨遵教诲。”有这样一段记载。所以从这段记载来看，我觉得可能应该有前后2个慕田底迦。有2位日中尊者，一个呢就是阿难临终涅槃前的这个弟子慕田底迦，另一个呢就是在克什米尔弘法的慕田底迦。因为呢，根据北传佛教的传统，或者也可以说就是藏传佛教的说法，或者我们说刚刚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记载因为阿难呢护持教法约多少年呢？大概有30-40年，就是佛涅槃之后，就是阿难呢就护持这个教法大概有30-40年。所以阿难尊者涅槃的时候，大约是佛灭后50年左右。而且呢，当阿难呢跟慕田底迦说出那一段佛陀受记的时候，就说佛陀受记，在他涅槃后100年将有一位名叫慕田底迦的比丘出现。所以阿难尊者就说了，就是佛陀曾说过，他涅槃后，佛陀涅槃后100年，有一位慕田底迦。然后呢，也提到说他将使教法在克什米尔兴盛等等。所以这一段很清楚说了，佛灭后100年，就有一位叫慕田底迦在未来出现。然后阿难也对刚出家的弟子慕田底迦说：“因此，孩子啊，你应当要弘扬那个教法。”他就回答说：“谨遵教诲。”
所以如果将这一段里面说弘扬那个教法的那个理解为说是克什米尔，就是克什米尔的话，如果说就是这个弘扬那个教法的那个理解为是克什米尔的话，那么呢，就会变成在阿难圆寂之后，就变成还要再等5、60年才前往这个克什米尔，这就有一点奇怪了。为什么要等？他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因为阿难涅槃的时候是最多也只是佛灭后50年嘛，但佛陀受记说他100年之后有这个莫田迪迦比丘嘛去克什米尔弘法，所以这样就等于说要再等50年、5、60年才去克什米尔，这有点奇怪。而且呢，这位莫田底迦是那位所谓的仙人嘛，他而且说他都有这个500位带了500位弟子来，那他至少应该也有40、50岁了吧，才会有那么多弟子。所以如果说他是阿难最后剃度的弟子的时候，已经50岁了，但之后如果又等了5、60年才到克什米尔弘法的话，那么就已经110岁了，更困难了，这也是不太合理的。而且呢，在《阿育王经》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记载，这里就说根据佛陀的受记哦，克什米尔将有一座寺院等等。那么我涅槃后100年，会有一位名叫莫田底迦的比丘出现，他会在克什米尔那里弘扬护持佛法。因此呢，你应当在那个地方弘扬教法。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字用词上有一些不同，但这里都是说，在佛灭后100年，有一位叫莫田底迦的比丘出现。对，《阿育王经》跟《说一切有部杂事》所提到的这段是差不多的。或者当然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按照半年算作1年的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么所谓的佛灭后100年出现，实际上呢是50年的话，那么阿难的这个亲传弟子，也就是他的最后这位弟子，就是这位莫田底迦尊者，那他这时候说他去了克什米尔的话，那就比较合情合理了。但是这也不是我自己在这想哦，因为也是有一个依据的。因为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记载说，如来涅槃后50年，阿难的弟子一位阿罗汉叫莫田底迦，具足六神通八解脱，他知道佛陀曾经的受记，心生欢喜，来到此地，就是来到了克什米尔。在这里你看，跟其他说的不同地方，就是说清楚说到是佛灭后50年出现这么一位叫莫田底迦的阿罗汉。所以当他玄奘大师去克什米尔的时候，所以他应该是当地的人跟他说了这样子的内容，可能还有那样的口述的传统吧，所以他就记载下来。同样呢，再加上多罗纳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也提到，克什米尔人呢认为这个莫田底迦一定要纳入这个护法传承，为什么呢？因为呢，莫田底迦呢在中印度
这个护持教法15年。当时呢，那位圣者商那和修的弟子还很少。那墨田底迦呢，前往克什米尔之后，商那和修呢才开始护持这个教法。所以护法传承应该是8代，就是应该要把墨田底迦加进去。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所以根据多伦纳他这个印度佛教史的说法，这是阿难呢，我们说他是护持教法40年之后圆寂，然后在隔年呢，阿舍世王呢也去世了。那么他的王子叫善见王就继位。当时墨田底迦在中印度护持教法约17年，然后前往这个迦什弥罗。依照多伦纳他印度佛教史这样来说，大概就是在有50多年。总之呢，这样来算，就跟《大唐西域记》里面说，大约是在50年左右，差不多。那么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要事这个部分里面提到说，墨田底迦为优波居多剃度。但一般都说是商那和修。虽然说这个墨田底迦跟优波居多的确是同个时期的人，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是跟有部的护法传承的历史是不符合的。而且呢，多伦纳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也说，这很明显，这是克什米尔毗婆沙师，就是有部师，还有毗婆师还有有部的一个观点。那么之后我想讲一下，一个是叫500位墨田底迦跟500位阿罗汉。那么刚刚我们前面提到阿难圆寂时候的这个历史，当时呢有一位仙人带着他的500位弟子来到阿难跟前，请求他出家剃度。那么他们都被称为叫做墨田底迦，就是日中或者说水中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存在了一些疑问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么多人是怎么在一个中午就完成了出家戒、具足戒？因为所谓的日中那个时间点上，怎么可能同时间出家？那比如说噶举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有一种叫就是不主张这个广说结魔的人哦，就是认为是可以简略结魔、简略这样剃度出家的这种人呢，的说法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依据。但依照多伦纳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记载说，他们是透过这个神通力，所以在一个时辰之内就受了这个具足戒，500位就圆满受到了具足戒。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疑问，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哦，怎么会这么多人就同时间可以完成出家和具足戒？那第二个疑问是什么呢？是这个阿难呢，尊者决定在恒河中央
然后涅槃，这是一个很临时想到的，并没有预先计划的一个这种决定。那时候就是说，如果要在毗舍离涅槃的话，那摩羯陀国就会要抢他舍利哦，会去攻打这个毗舍离。如果在摩羯陀国那边涅槃的话，那么毗舍离的人呢又会去抢，所以它是一个很临时的决定啊，就是说为了避免那样的纷争，所以说在恒河的中央这个涅槃。所以这是一个很临时的、突发的一个决定。所以这里的疑问是：这么临时的一个决定，先人还有他的500位弟子是怎么知道的？那么阿育王经是这样说的：阿育王经里面说，先人是当时是住在雪山，但是也没说哪个雪山啊，但就接着说到说是因为他有神通。譬如说，他也知道说这个地震就是因为阿难要涅槃的征兆，所以呢，先人就那时候就因为有神通力，所以能够到达阿难那里。但他们是怎么突然到阿难那边的呢？当然，杂事里面说是以神通力前来。那这当然我们也没话讲，这就说得通的，是神通嘛，那当然可以去得了，到得了。所以先人是这样子，但是呢，这500位弟子是因为阿难当时心中想说，让所有的弟子都到他这里面，都到他这边来，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念的时候呢，就到达这个河中，就恒河中的这个岛上的。所以透过这样的形容，我们可以推论说，这500位弟子应该是没有神通力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弟子们他们是怎么突然到达阿难的所在地？那的确是比较令人怀疑的。所以经典中说，这个仙人是神通力而来到他面前，那500位弟子是怎么到的，就比较让人怀疑了。所以我个人针对这一段，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这里提到的500位莫田底迦，可能跟《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克什米尔的一个事件是有关的。那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说当时我们提到在佛灭后100年呢，也是阿育王的时代，那么有500位阿罗汉，还有这些凡夫僧众。那么当时就有一位叫比丘大天，他写了这个谬论，写了这个错误的这个论述。那么当时呢，国王他支持这个大天，所以呢就让那个500位阿罗汉就当时就是这个不同意这个大天的那500位阿罗汉，所以就被这个国王呢，就是让他们坐在一个破的船，然后要渡过这个恒河。然后当时呢，这个船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呢，这个阿罗汉呢就以神通力就飞到了克什米尔。然后后来国王也很后悔，因为就看到说，这阿罗汉们都有神通力，所以他很后悔，就想要请他们回来。但是呢，阿罗汉们都没有回来，所以呢，当时国王就供养了，在克什米尔这边供养了500座的寺院给这500位阿罗汉。所以从这一段技术里面来看，说一切有部呢，主要可能就是借由基于这个500位罗汉渡过恒河的传说，就创造了一个莫田底迦500位莫田底迦在恒河中央出家的这样一个新的说法。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所以两个传说搞混了也有可能。但是其实我们在文献经典中常常会看到500这样的用词，比如说500仙人啊，500阿罗汉，或者500商主，或者500什么什么都，就常常会有这样的词出现。每一次都是一个整数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数词，就是一个形容吧，就是形容人很多的意思。比如说藏文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会说有这个百步论述或者百步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有百，但主要是说很多的形容，在说很多，所以用百来形容，所以不一定是一定有100个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是很多，所以有，比如说我们会说啊，有上百人，总之也用一个百字，有100万人，总之就或者100万人又会用个百字等等，总之是形容很多，是一个这个形容很多的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数词。比如说有时候在形容说他有某个国王，他有84000个这个王妃，我常常在这样这个国王不是很辛苦？84000个后妃，首先这个住他就要为他们准备这个住的地方了，这个就，所以我觉得像84000。大概主要就是有8位后妃吧，然后他就可以都可以，他一个可以代表了万人，所以其实是并没有真的84000，并没有8万这么多，可能是他一个人的功德很了不起，形容词吧，所以它不是个数词，它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可能只是真的只有8个人，但是被说成是有8万个人。好的，那今天就讲到这里。